離開熟悉嘅地方，可以重新認識自己。但係如果即係半個月呢，15日嚟講係一個尷尬嘅時間。去旅行嚟講好似有啲長，但係旅居又太短喎。只不過喺大阪嘅最後一日，我發現自己的確有一件事係唔同咗，而呢樣嘢係可以帶翻去之後嘅生活裏邊㗎。喺過去嘅一段時間，我一直追趕住一啲目標，可能係自媒體嘅表現、職場嘅突破，或者移居嘅適應進度，但係一切嚟到一個臨界點，我發現 I mess up。我一直都察覺唔到有問題，睇建立習慣、提高效率嘅書，坐低創作成為唔使猶豫嘅事。我相信堅持嘅必要、show up 嘅重要，以及跨過 the dip 需要嘅續航力。但係踏入30代，加上移居外國，我開始停落嚟問自己：咁之後呢？你有冇呢種感覺？生活就好似跑步咁，跑耐咗，即使你唔攰，啲肌肉都會尖叫。亦都係呢一個原因，我覺得自己需要停落嚟，從目前嘅生活抽離一下。講到旅居，唔少人都覺得要有3個月起跳，但係你有冇聽過 tiny experiment 呢？即係最小單位實驗。換言之，就係用一個比較低嘅試錯成本去體驗咗一件未試過嘅事。就算事情嘅發展未如理想，你嘅損失都唔係太大，但係就可以知道自己對一件事有冇興趣。放喺生活嚟講，可以係體驗一次嘅迷你旅居，而唔係一口氣決定搬過去。有錢有假期，邊個唔想離開3個月以上啊？但係人始終要面對現實。如果得2個星期，你要唔要出發？我嘅答案係 Why not？ 為咗令呢2個星期唔似去一次旅行，而作為人生嘅一個中轉站，我發揮咗追人最大嘅功能計劃。呢一趟旅程嘅計劃呢，都係一啲生活性啲嘅嘢，例如去整頭髮、整睫毛、嘗試 Pilates、跑步、cafe hopping。當好多人都話咁短時間唔叫旅居啦，但係我覺得時間嘅長短並唔係唯一嘅標準。你俾自己嘅定位係咩？你每日會做啲咩？亦都係因為咁，住嘅地方特別重要。今次住嘅係 Good Room， 大阪嘅 Good Room 係位於豐中，呢一區係唔少大阪人選擇居住嘅地方。本來我都擔心會唔會好唔方便㗎，但係原來15分鐘嘅地鐵就到市中心梅田，而行返住宿嘅路上亦都會經過超市，每日我都會喺嗰度買齊食材先返去。同時喺呢一個站裏邊有阪急列車同埋單軌列車去Outlet或者一啲比較小眾嘅景點，其實都好方便。而我最中意嘅莫過於喺黃昏嘅陽光下，行喺河邊嘅小路，聽住頭上嘅單軌列車駛過。我甚至真心咁覺得，如果要喺大阪長住，豐中會係一個非常唔錯嘅區。我特別中意嘅一點係房間已經有小廚房，唔想日日出去食就可以喺呢度整一啲小料理。而 working lounge 嘅空間都好舒服。我通常會喺朝早完成影片嘅製作，但係更加重要嘅係呢度採用月租嘅方式。完全唔需要押金、禮金，又或者因為你係外國人而唔租。對於一啲短期旅居、遠端工作或者交流、留學都非常適合。如果你都考慮緊去日本短期旅居，Good Room 的確係幾方便嘅選擇。我會將更加多嘅細節放喺下面資訊欄，用我嘅 discount code 亦都會有額外嘅優惠哦。喺大阪旅居嘅呢段時間，我學習嘅一件事係等好奇心帶住我去走。我嘅意思係唔係等 IG 帶住你走，睇到人哋推介啲咩、大熱啲咩就跟住去，而係當你內心有一把聲音，呢件事原來幾有趣喎，就將呢種感覺放大。睇過一本書呢，佢係咁講㗎：當你無視好奇心嘅時候，係向大腦發出一個指示，呢一個想法或者活動係冇價值㗎。久而久之，佢就會 save 低一個編碼。當下次再有類似嘅情況，就會同自己講：哦，照上次咁做啦。呢件事係冇咩值得追求㗎。又或者呢個就係點解大人嘅生活比較沉悶、比較一成不變嘅原因啦。感興趣嘅時候就去嘗試，好奇嘅時候就去了解。你到底有幾耐冇試過呢一種生活呢？喺日本嘅呢一段短時間，我每晚都會做嘅係整理當日嘅感受，一份係好時光日記，
而一份就係日文嘅日記。因為係久違嘅一個人生活，多咗好多時間去觀察、思考，多咗好多突然 pop up 嘅想法、靈感。喺搭車嘅時候，我只係喺 notes 度摘低一句，或者向 GPT 拋出一個問題，所以去到夜晚嘅整合就非常重要。就好似呢一日，我突然間見到京都有一個展，我就即刻過去。然後呢一個展覽帶俾我唔少嘅啟發，亦都想同你分享呢一句係 Marimekko 創辦人佢講嘅説話。夢のままとどめず、創造性を持って現実することを目指し、プリントアートの世界を形作ってきた。睇到呢一句嗰一刻呢，真係起晒雞皮。所以2個星期之後，真正嘅改變到底係啲咩？唔係改變居住嘅地方，亦都唔係馬上明白咩叫做更理想嘅生活。但係當你同熟悉嘅地方拉開咗距離，會更加知道你住嘅地方有咩好，有咩唔好，有咩你可以從自身開始去作出改變，有咩可以由呢度帶翻去本來嘅生活裏面。當你能夠有一段同自己好好相處，去整頓梳理嘅時間，即使唔係太長都好，翻到去本來嘅生活都一定會有好大嘅改變。我知道你嘅內心會有一件想做嘅事，一個想去嘅地方，只係每次你有呢個想法，你都會同翻自己講點攞㗎？又或者要用咁多錢去第二度住，好麻煩㗎喎。於是你就將呢一件事一再放低。如果你都喺呢一種掙扎之中，我推薦你睇呢一本書，叫做《迷你退休》。佢講嘅退休並唔係財富自由嘅嗰一種退休啊，而係我哋呢一啲普通人到底點樣喺平時忙碌嘅工作之中有一個空檔去休息又好，整頓又好，去體驗旅居又好。而喺我出發之前咁樣睇完呢一本書，同我嘅諗法係有啲不謀而合㗎。因為今次可以嚟大阪旅居，並唔係因為我係自由業，而係我有正職工作㗎。今次係向老闆請咗1個月嘅假期，作為一次嘅迷你退休。所以去睇下呢本書啦，又或者至少你應該要同自己講，唔好再教你個大腦去俾藉口自己啦。